你以為你10幾年前冇出過大病啊，就覺得醫保冇用，覺得根本冇需要再交？你呢種諗法啊，就證明你係冇腦嘅人啊，你係一個廢柴啊！你乜嘢社保都可以冇交，但係呢醫保一定要交，無論係職工醫保定係基民醫保，一定要交。一個醫保對於普通人來講呢，真係非常非常重要噶。只有真正享受過醫保報銷嘅人呢，先知道嘅到底有幾香。交社保對於好多人來講呢，壓力確實好大。但係你選擇只交醫保嘅話，壓力就細啦，仲可以享有基本嘅睇病買藥嘅保障。基民醫保同埋職工醫保呢，亦都有好大嘅區別。基民醫保係一年400蚊紙左右繳費，壓力細，交一年就管一年，冇交嘅話就冇有保障。而且繳費年限冇累計，報銷比例一般都係50%到80%。靈活就業醫保每個月繳費都係400幾蚊，一年係5000蚊左右，但係繳費嘅年限呢可以累計，女性累計繳滿25年，男性累計繳滿30年就可以享受終身嘅醫保嘅待遇，報銷比例更高，一般喺70%到90%。經濟條件冇錯嘅話，但係冇有公司俾你繳納社保嘅，一定要去自己交一個職工醫保，去當地嘅社保局登記之後，就可以自己喺線上交噶啦。經濟壓力比較大嘅，我建議呢一定要交一個基民醫保，也就係大家講嘅新農客，完全唔使懷疑，呢個係對普通人最基本嘅保障。醫保對於普通人來講呢都好重要噶，因為生病最容易引一個普通家庭瞬間破產嘅情況。醫保呢樣嘢呢平時用唔到，但係呢一旦你用到嘅話就係吉事。你冇使覺得我用唔到嘅話，交咗咪就虧本咯。醫保用唔到嘅話，咪就最好咯。有乜人想交醫保係為咗每一年報銷噶？你個腦有問題㗎麼？醫保係為咗保，而冇係為咗用。如果萬一你用唔到咧，有人幫你報銷一大部分，咁咪就更加好咯。但係呢，有人諗到等到我用唔到嘅時候，現交現報，咁你嘅諗法都實在太好啦。諗多啦，醫保繳費並唔係講立刻生效噶。基民醫保每年9月份以後開始繳費，第2年生效。職工醫保繳費後呢，會有2個月嘅等待期，先至可以開始報銷個。現交現報情況呢，根本就冇存在個。當你月薪3000，面對10幾萬嘅醫療費嘅時候呢，你再諗起身交醫保呢，咁真係太遲啦。關注我一個可以讓你致富嘅粵西暴龍。